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10日《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人知。目前已经查出大量进口有苏丹红咸姜仔粉的丁赞海洋当季等公司涉案的姓李、姓吴负责人等3个，车闸裁定交保。想要到今早起呢，这高雄市卫生局和检方要找因2人的时阵，就找无这姓李、姓吴2位负责人。烦恼讲因的起保占道，检方赶紧签发拘票，伫中道找到姓李的负责人，而且该拘提。也那另外一位姓吴的负责人，到当时下落不明。自己登记伫高雄的丁赞、龙海当季等等的贸易商，第一日互查到进口大量苏丹红咸姜仔粉。我伫检方查到调查了后，向法院申请羁押龙海当季姓李的负责人、丁赞姓吴的负责人，甲姓谢的品管3个人。不过法院车闸裁定姓李的负责人以80万交保，另外2个人以20万交保。结果12早起，姓李甲姓吴2个人煞向雄失去联络。先由高雄市卫生局联系李姓及吴姓被告2人。李姓被告原有接听电话，但其后即将行动电话关机。本署检察官获悉后，立即指挥司法警察前往李姓被告所承包之住所，但未发现行踪。发到2个人起报逃走，检方再去签发拘票，强制拘提，去到龙海当季门口口，铁门是规拖落来。这个姓李的负责人去倒位，家属讲唔知影。我也不知道他这几天都没有回来，这里只有我妈妈住在这里而已啊。警方中道伫姓李的负责人，因情报引导楼骹，发现伊当日离开，随通报调查局，甲伊拘提到案做后续的调查。下晡去地检署复讯，不过姓吴的被告也是联络袂到，正做苏丹红辣椒粉案件关键的人物。检方认为姓李甲姓吴2个人有逃亡灭迹的疑虑，向法院申请羁押。不过地方法院所裁定交保，引起外界质疑。也许院方在考量的时候，他会认为说，本案的案情或许已经明确，或者说是不认为说他有去影响证人，或者不认为说他有立刻逃亡的一个状况，所以说才会给予一个交保的裁定。地方法院解释讲，考虑客观的证据拢已经有参考，而且3个被告限制出境甲出海，认为会当用相当久保金交保来代替羁押。现在高雄地检署不服，目前已经提出控告。记者综合报道。南投金福华食品公司使用着丁赞公司的苏丹红咸姜仔粉去做3D酱等产品，业者今仔开记者会会实咧，强调目前已经改用青的咸姜仔去做产品啦。进前有咸姜仔粉的产品会全部回收。目前台北市有8间业者，包含陆军后勤指挥部副食供应中心有用到因的3D酱，那台中呢是有29间业者去使用到。行政院昨夜召开苏丹红演商会议，副院长郑文灿表示，会对边境查检扩大稽查，流向追踪来处理这件风波。台中市安处持续稽查有问题咸姜仔粉、胡椒粉、甲3D等等酱料，拢总追查40间下游的业者。发现有29间餐饮业，甲金福华买11种规格3D酱，拢总超过16万公斤。目前已经卖出去或者是使用的有12万5千公斤，产品都要全部落市，停止购买或者是回收。下游流向正在持续的追查中，相关的产品已全数下架、停止贩售或使用，并回收中。追查金福华下游流向的，还有台北市食安官，查出台北拢总有8间业者。其中包括阿弟餐饮公司进回澎湖咸牛三宝，卖出460盒；金福公司的影响瑞咸鸭血包，卖出52000多包。陆军后勤指挥部副食供应中心有叫福大牌3D入菜，阿弟餐饮回应讲会承担所有相关的责任，消费者会当办退货。国防部表示，有苏丹红成分的食材，目前停止使用嘛无搁卖。有疑虑的产品会以风险落市来送验。也那金福华食品公司针对使用丁赞公司有问题咸姜仔粉，12召开记者会会实咧，必须要向社会广大的消费者道歉，对不起。金福华食品公司董事长强调讲，虽然伊是苏丹红事件的受害者，不过也是会负责。针对进前的产品，只要有咸姜仔粉的成分，无论敢是有污染，拢全部回收。只要投入辣椒粉的，我们在各地县市都会进行通报，并且我们会跟我们的盘商跟经销商进行全面的回收。我们所生出来的东西都是以生鲜辣椒为主。因应苏丹红的事件，行政院11由副院长郑文灿主持演商会议，针对为源头阻断等等的方向，达成7大共识。
边境防堵的部分已经采取100%逐批查验。过去没有查验的部分我们一样做流向追踪。另外，卫福部10日嘛邀请70外个食品相关工协会甲业者开会，达成自主检视、送验甲通报3大自主管理，希望苏丹红的事件莫阁扩大。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卫生局抽检市面上的咸姜仔粉，虽然这小包放的红咸姜仔粉无检出苏丹红，不过却检出这农药残留。因为董事长阁讲7年前有成立这食安中心，内部自我检验513届，却逼出农药残留，即马也互网友考试。为了维护食安，台北市卫生局2月针对网络和市面得卖番姜仔粉食品做抽验，结果23件产品内面有6件无合格，连小麻风的红番姜仔粉嘛，互验出内面有农药。我们会很震惊啊！他已经公布，还董事长出来讲，讲完之后人家被验出，真是好可怕！那到底要吃什么啦？民众会安尼错一个，就是因为小麻风的董事长伫2月爆发苏丹红的疑虑的时阵，要摕因的检验合格证明出来汉内信有。强调公司7年前就已经成立食安中心，内部早就自我检验513摆，这当伫苏丹红事件内面完全无代志，各方叫做是良心企业，即马却爆发残留农药，嘛互网友口舌并且。以台北市卫生局的调查结果，小麻风的番姜仔粉红验出袂当检出来克比素，同款验出克比素，佮有北京的香咖喱番姜仔粉和番姜仔柚粉。红辣椒粉是有被我们检验到克美素0.1个 ppm， 就会依照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会处6万到2亿元的罚款。就担心民众吃到的话，可能会肠胃道不适，也许说就恶心啊、肚子痛不舒服。不然的话，其实克美素它算是低毒性的，也没有致癌性。小麻风是回应讲，红检出农药克比素的产品，是因家己对中国输入进口，成品主要是加落后来销售，即嘛是停收落价，数量当在统计，这摆抽验的商品原料入场进前，拢进行411项的农药检验，报告合格才当入场来制作。克比素是非常态411项农药检验的范围。去年10月，甲伊纳入检验4批拢合格，针对抽验的结果会申请复验。在收到卫生局正式的公文后，我们会申请复验。在未确认安全之前，我们会负起责任进行下架回收。小麻风讲会出专人来帮助消费者听话会，这是国内的食安风暴一直逼，即马连小麻风嘛招标，更加会影响民众的食安信心。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进前，新北市一个1岁查甫囡仔，经过儿童福利联盟的介绍，由台北市一对细老的姐妹啊，因做养母来家照顾，却互虐待死亡。网友是真生气，也讲无要捐钱予儿童福利联盟啊。今仔日呢，这儿福联盟开记者会来回释咧，强调进前方式拢是正常的。北检今仔日也去敲这儿童福利联盟，而且以被告身份约谈姓陈的社工到案说明。最高的歉意跟最深痛的哀悼。面对镜头，以福联盟国家主管各种回释咧，涉及伫新北市的1岁查甫囡仔由黎明转介予北市的细老李母姊妹啊照顾，所互虐待到死。黎明当事长林志嘉表示真艰苦。这个保姆之前跟我们契约照顾的。前面的一个孩子还算正常，所以才会第二个社工人员没有办法有事先警觉，非常的内疚。林志嘉指出，细老的李母前3个月正常，第4个月已经判病做借口，要求延后封时，结果发生危险的代志，社工警员无警觉，这点确实无多向社会交代。移民执行长白丽芳解释，移民无处理囡仔受伤的 SOP， 移民多数负责出养业务，囡仔防苦毒通常由家暴防治中心处理。也毋过外界也质疑社工的封视相片，敢是有造假？你们的社工有传假的照片？完全没有这件事，而且这个真的不是家属，因为我们一直有跟委托的家属都有。所以你也相信社工没有造假的？是。4颗牙齿都掉了，这件事情毫无异状吗？掉牙的时候，我们也约了牙科医生，一切都进入了司法调查，我们所有这些东西也都交给检察官了。黎明澄清社工无造假封视，代志发生了后，北检已经继续延押细老年母姊妹啊，10日也指挥警方搜索儿福联盟，各以被告身份约谈姓陈社工到案，厘清相关案情。
维管办理收出养的单位应该要去强化它的访视的一个频率我们建议是1个月至少2次。那至于保姆端的一个县市的主管机关，原来每3个月1次的一个访视，我们会增加为每个月至少1次。社会局和社福中心将全力陪伴家属，提供所需的协助。针对社会局服务中的儿童，将会增加访视频率。新北社会局规划未来专题托育的义务的加强访视，为即卖一年4摆增加到6摆。北市也调整访视频率，佮建议中央制定3访用访机制，增加社工访视敏感度，避免儿童访苦毒的危险代志佮发生。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民进党团提出草案，要求中国籍的配偶要入去台湾籍，就要先放弃中国人的身份，而且宣誓效忠台湾，也就要经过考试。陆委会是回应讲，这中国籍加外国籍的配偶基础是无共款，就要考虑清楚。也那内政部长林佑昌表示，若准要来入台湾籍，这是有必要的。国民党团准备推动6批处理两国身份证年限，为2年改做4年。民众党团也表态支持，引起社会讨论。今嘛，立法立委也提出台湾地区甲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部分条文修法草案，规定6批入籍爱宣誓放弃中国公民身份，甲效忠台湾，也爱甲外批同款经过考试等规定，才会当得到台湾的身份证。在宣誓里面提到说，我放弃中国籍，并且效忠台湾。那这个宣誓的条例其实是具有法律的效益的。如果你违反里面相关的规定，你必须被注销户籍。民进党立委提案6批入籍宣誓，那也立委批评无应该意识形态看台，在台6批也讲出心声。以前都不需要宣誓，那为什么现在要宣誓？如果我不爱台湾，我为什么要留在这里20年？我早就回去就好了。黄捷委员不要放大，用意识形态去看待问题。对于陆配外配的陆籍，我们也不应该有歧视。修法版本的宣誓有法律效力，违反会防注销户籍。提案今次可行，内政部长林佑昌表示，6批宣誓是陆委会权责，内政部主管国际法。不过，伊认为宣誓效忠中华民国是应该有的提议。我想对于国家的一个宣誓啊，我相信是很多人大家会认同的。毕竟要加入一个新的大家庭，效忠这一个国家，效忠中华民国，我想这个是也是应该有的一个提议。陆委会主委胡泰山表示，6批甲外批基础是无共款，需要同步考量，相关配套应该由立法院来做讨论。记者综合报道。私立康桥国际学校有一台课后社团交通车，昨暗时呢，伫咧台北市的文山磅空并车，车顶25个学生和驾驶有20个人送病院治疗，拢无生命危险。学校今仔表示，今仔日有14个学生请假，运安会下晡也进行司机访谈，查考行车记录器，但解脱了后，资料报告按算伫今年9月会出来。有单车伫文山隧道内面出去，弄到隧道的壁面，并且路尾倒伫路中。10点时7点12，康桥国际学校的课后社团交通车事故，家长拢真烦恼。交通车顶悬有25个高中部和国中部的学生，是靠每学期车的导乘演练，拍开车顶的导乘门脱困，伫路边等救援。学校讲，包括驾驶在内的26个人，有20个人送病院，好佳哉拢无安怎。暗时11点40分来到厝。另外，伫个过灯港12，有11个学生是照常到学校。针对已经返校的学生或者后续陆续返校的学生，我们会做所谓的团体辅导，或者需要的话也会做个别的辅导。学校讲后壁会对学生来做关怀和课业的补救，嘛以这摆事故严格要求安全驾驶规范。但是有家长质疑讲，学校的校车登记外包驶伤紧，弄红灯定定拢有听到。学校这边对交通公司是会当有偌济约束力的。害怕啊。就是他就讲说我不想坐校车，我自己也亲眼见过康桥在校车的在市区会闯红灯。等到这个事故原因调查出来，如果有很明确他有严重违规的情况，我们最终是可以跟他解约。12早起，事故的交通车从刷去市府警察局的公有保管场，文山1分局侦查队来监视，后壁会继续来厘清肇事原因。
包括说它的胎纹深度，还有我们一些行车记录器的查扣，还有外加它的那个速率值等等，我们才有办法去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依法立案调查，本案已指派主任调查官，并成立操作、车辆、道路与生还因素等调查分组。学校表示讲，事故车龄11年，去年9月开始伫康桥使用，驾驶是对2004年开始伫康桥服务，正常有2摆细条违规已经结案。教育局早起去学校稽核了后讲，车辆和驾驶人的年岁拢有符合规定，但是学校无照规定，甲租赁契约报局被查，上重会当罚3万块。另外，运安会下补助司机的访谈，查扣行车记录器，等解脱了后，按算事实资料报告9月会出来。记者综合报道。在咧宜兰呢，有一台轿车行透早雄雄去撞到头前等红灯的车，佮撞入去路口附近的超商。迄个时阵，超商内面除了员工，还佮其他的民众，加在只有一个驾驶受伤尔。附近的民众有讲有闻到这驾驶身躯顶的酒味，而且伊人佮细神。根据统计，这宜兰这3年来平均一年就1700多件假酒赛车案例，而且这款的情形是愈来愈严重。这台轿车先对撞一台等停红灯的车辆，高速度正紧，冲入去附近一间超商内面，造成超商的门厅拢规个拢凹去，玻璃碎片也甲规路卡，一台 iPhone 机器也被弄坏去。迄当阵内面除了员工，还有真侪消费者。收空的，酒驾的。超商的员工一早起就无用这里表述。我刚才这件发生在咧宜兰罗东镇的意外，这个姓黄的驾驶头侧向送便宜，消费者甲员工拢无代志。现场的民众讲，这个驾驶规身躯拢是酒味，倒伫咧车内咣咣困。他怎么样？撞进去怎么样？就听说人都没下来。没下来，还在睡觉。哇！警方讲，这个姓黄的驾驶要送便宜，无性命危险，爱抽回检验酒测单，已经请检察官协法鉴定书考试调查原因。黄姓驾驶求乐子，本分局报请检察官核发鉴定许可书，详细肇事责任，警方厘清当中。警方统计，宜兰县最近3年平均每年有1700件酒驾的案件，而且一年比一年较增加。酒驾死亡的意外也自2021年的3件，增加到2023年的7件。酒驾害人害家己，就算是提悬罚则要歇做，效果有限。警方呼吁民众莫过失运气，才会到时后悔。记者综合报道。细汉若无屈，大汉是屈袂屈。这新北市警方接到家长报案，讲家己后生含4个未成年的朋友伫厝内面食酒，吵甲互厝边控机，阁唔听可劝。警察到位了后，一寡少年家竟然甲警察呛声，阁起骹动手。经过调查，这群囡仔当中有一个是失踪人口，警方规气甲这5个人拢带登去派出所，即马也要追查因家的酒甲烟是对倒位来。警方就来查访，这个少年家食烧酒醉，佮一直大声咧喝休，先讲就讲袂顺车。这个人甲警察起冤家，愈来愈歹下手，看到面就要失去控制，警方甲喷含姜水压制。接获报案人指称，其儿子与朋友疑似在家中饮酒及妨碍安宁。针对少年抽烟及饮酒部分，分别通报卫生局及社会局进行采罚。这代志发生伫咧新北市新庄，这个食烧酒醉的人拢未成年，车站饭店过点外，5个朋友伫咧厝内食薰佮食酒。警方接到家长的通报，把这5个少年人带登去派出所。在《儿少福利与权益保障法》中有明文的规定，任何人都不可以贩卖、交付或者供应这些物质给未成年者。那如果违反这样相关的行为的话，会处分1到10万元的罚款。烟害防治法第17条第1项的规定，任何人是不得供应烟品给未满20岁的人。那违者会依照罚款我们会处最高25万以下的罚款。涉案的5个人内底，上少岁敢若13岁，其中2个还在读高中。不过未成年涉及食薰食酒，警方嘛要追查源头，调查是虾米人提供薰甲酒给因，嘛通报卫生局甲社会局。只要发现店头有提供薰酒的行为，相关单位嘛依法来裁罚。记者综合报道。
蔡观众朋友来看到这新闻，又搁有飞安事故啊！一台伫离南美航空的波音787客机，对澳洲雪梨飞纽西兰的奥克兰，半中途唔知是发生什么款的原因，这飞行机向下降，又搁随飞到正常悬度。不过这安尼一来一去，飞行机顶头上无有50个人受伤。 这是机顶的旅客伫事故发生迄当中翕的画面，会当看到机身海甲是真严重，一寡旅客看起来真正是有够惊吓。I was awakened and I looked up to see the gentleman that was sitting next to me on the roof of the plane. I'm looking at him fully outstretched with his back on the roof of the plane, and then he came crashing down to the floor. 代志发生伫纽约当地11拜1，这架编号 LA800的班机，伫雪梨起飞去奥克兰的途中，因为不明原因，以真紧的速度落落来，若要使人机师紧急救起来，恢复正常，平安降落伫奥克兰机场。但是机身海甲真严重的过程中，造成至少50个人受伤，其中有10个乘客含3个机组员，伫降落了后，随风送病院来救治。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纽西兰的交通事故调查委员会已经摕到发生事故这架飞行机的座舱通话记录器。不过，因为事发地点伫国际空域，调查权限应该是这架航空公司的地点的地理。未来调查工作是由地理的民航局来负责厘清事故原因。到底代志发生的时阵，波音公司组装787客机工厂所在的美国南卡罗来纳州，传出一个红叫做识别了者的离职员工，伫告发波音公司的诉讼期间死亡。这个叫做巴奈特的离职员工今年62岁，这一摆指责波音公司甲无合格的零件用伫787客机，但是波音公司完全赔偿。若要双方是告起的法庭，每当时间找到巴奈特原定必须要出庭，但是伊并无出现，随后发现讲伊已经死亡。 目前全球当地使用的波音787系列客机是超过1100台，台湾的中英航空即马有14台是担任中等程的飞行任务。另外，伫中华航空的部分，伊嘛伫要来引进20多架共型的飞行机。不过，找到真紧落落来这架在内，波音787出现10几年以来，拢总是传出7摆的飞安事故，但是无任何人命和机身的损失。另外，南美航空对2022年10月到今，无到1年半有4摆重大飞安事故。除了去年8月，一个787客机的机长伫飞行途中因为破病过身，并无其他的人死亡。公司新闻7家人编译。 含台湾有67年邦交的海地，最近是无平静。当地乌道坦总理亨利出访期间，伫咧国内作官，也互留伫咧国外总理今仔日宣布正式请辞。目前台湾伫海地大使馆，伫遐的工作人员也有大箱侨胞等24个，一切拢真平安。 位于加勒比海甲台湾有67年邦谊的友邦海地，最近爆发大规模动乱。当地帮派分子联合伫总理亨利出访期间，施加压力爱落台，因为首都太子港的政府机关、国际机场拢互攻击关起来。滞留海外的亨利到当无法度回国，才已宣布正式请辞。Haïti besoin la paix. Haïti besoin stabilité. Haïti besoin un développement durable. Haïti besoin rebâtir institutions démocratiques. 自从海地前总统摩伊斯2021年从暗杀以来，亨利无经过选举，接到代理总统甲总理的职务，佮较以国内局势不安全为由，然后决定伫月举行的大选，引起反弹声音。又走伫欧北两岛之间的争夺晓，菲利普丁就公开表明希望出任海地后一任总统。If my people believe and trust me, I will be their leader. It's up to my people, no one else. 以他在这个海地的过去的声望，或者一种传奇性的一种推崇啊，他多多少少还有一点点影响力。但是呢，竞选总统那是另外一回事情。前驻海地大使杨成大认为，海地政局复杂，什么人要接任也真歹讲。外交部呼吁海地有关各方加速协商，以维护和平甲稳定，强调会密切关注经济发展，搁加强甲海地新执政团队的沟通甲合作。目前驻守当地使馆工作人员加上少数大商甲侨民有24人，状况安好，会随时检讨应变计划。海地很快恢复秩序呢，其实最简单的一个方法，美国只要他愿意呢。派兵介入，那很快就能够平息的。如果说这个2-3千个人呢，很快能够到位，那美国加以支持的话，我想这个海地的局势应该不是很难控制。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甲加勒比海共同体成员国11也出席伫沿海者就海地飞机举行会议。布林肯表示，对派往海地的多国安全支援特派团，美国会提供3亿美金支援，另外也会拨款3300万美金用伫人道援助。记者综合报道。伫咧今年总统大选的前一天，有人伫咧 PTT 顶头留话，讲要斩首蔡英文。警方调查要到2个月时间，掠到新北市一个26岁查甫人，伊留话恐吓，佮 IP 改对美国去。虽然调查了后，讲是无恐吓的意图，不过有关方依照恐吓危害安全罪嫌移送法办。一起来守护我们。总统蔡英文亲身吐头种树啊，任期都要结束，参加种树啊这个活动，但到底要上阵，前一阵啊煞防恐吓。今年大选的前一天 ，PTT 这个图文有网友伫留言区讲是1月13要甲蔡英文斩首是袂当等，各用侮辱的词批评。警方调查要2个月，总算是锁定新北市一个姓郑的查甫人有重嫌。这个查甫人26岁，捌伫海外读册，有资深的背景，硕士毕业，返来台湾了后，就伫网络散布恐吓的言论，为了美对渣，各用 VPN 做跳板，甲 IP 改去美国，佮讲是压力真大，才用政治言论发射情绪，无真正要恐吓。邓贤对于这个他使用立开头的这个账号去散播这个斩首国家元首等恐吓言论，坦诚不悔。那全案就依法请那个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依法侦办。总统府感谢检调，才紧就抓到犯罪者，佮强调国家社会安定袂当乌白挑战。但当去看国内最近这种案件是一件接一件，真侪立委拢接到炸弹的恐吓批。虽然查出 IP 是伫咧兑换，但无碍嫌疑人佮伫咧继续查。过去佮有个案，都是恐吓政治人物防判刑的。立委王宏利前年补选的期间接到威胁的电话，对方是恐吓要开枪，涉案这洗菜的查某人，一审是奉照恐吓危害安全罪，判拘役40天，会当用罚金大刑。台中有涉猎的查甫人，结合恐吓朱立伦和郭文铁等人，一审判1年10个月，会当用罚金大刑。不是你一句说，我只是心情的抒发。我就是过失，我不会有循环比我们不是这样讲，那是你自己认为虽然我们讲言论自由，但是你也要对你的言论负责。虽然讲有言论自由，但无代表会当黑白讲话，也是凊彩去发布恐吓性言论。法学教授提醒讲，就算用发射情绪做理由，同款嘛是要为家己在网络的言论行为来负责任。记者综合报道。中科院继续伫咧进行生产国造飞弹，这飞弹的原物料过氯酸铵是固态原料，所传出2012年交会时阵，福益公司所提供原料是中国制造的。中科院伫咧检证时阵认定不合格，就向厂商解约。学者指出讲，若是使用品质不良的过氯酸铵，会严重影响到飞弹的性能，产生爆炸的几率。IDF 挂载国造万检弹，会当直接轰炸机场瘫痪强军行动。政府开2400亿国防特别预算，正向海空战略提升。中国院这个赶工生产各式国造飞弹，其中过氯酸铵作为飞弹使用的推进固态燃料。不过，在2022年，航业公司提供的过氯酸铵技术来自中国军工产业，想要安尼过关，好加在防及时查核。法规有没有违背？违背的话，就要做一个处理。那我们曾经有发生过起见但我要跟各位报都主动发觉的，在这过滤当中也发觉不对了，主动办理要退货要赔偿都照这个计划来做。过氯酸铵会当运用伫国造飞弹的固体燃料，包括流射型减离飞弹、天宫3型防空飞弹、雄击雄三飞弹、海减离防空飞弹、地对地雄升巡弋飞弹、万检弹、舰上无人机等。中科院表示，伫交会验证的阶段，判定无合格，移送法办，也将厂商解约停款佮讨赔，也辅导国内厂商自主生产。一旦使用品质歹的过氯酸铵，恐惊影响飞弹射程性能，甚至有爆炸的危险性。发射这些飞弹火箭的时候，推力就受到影响，当然就达不到设计的性能，很可能就是在射程会受到影响。如果说里面有太多的金属粉末或者是颗粒杂质的话，那么第一个可能会引发就是爆炸疑虑。面对台海情势，副国长甲国安局长蔡明干最近对国安状态讲法无同，副国长阁说明军人了解状况，但不要隐喻的就这个我打脸谁或谁打脸我。
我想部会之间的合作是很密切的，而且协调各方面都很顺畅的。郭国正强调，国军甲国安局合作密切，无性命的代志。国防部12日也发布，正式共机2架次向南国架次交代，一粒空飘气球出现台中西南87海里，13是为西冲发射火箭，会飞过咱国 ADIZ， 国军保持警戒。记者综合报道。台湾有真侪代理教师做代理教师的年资甲经验，敢法度亲像正式教师同款，直直去薪水计算条件内面的。目前各县市的规定拢是无同款，有代理教师认为因的工课内容甲正式教师是相像的，说是由地方政府家己决定两个族群的待遇敢要同款，认为这已经违反到宪法的平等原则，才会去申请释宪，今仔日开辩论庭。教师待遇要以法律来规定，但是当时我在新北市发现职衔年资不提序的时候，新北市它是用新北市政府自己订定的一个行政命令。代理教师张凯翔2017年要去新北市中和高中做代理教师的时，学校甲伊讲，伊进前的代理教师年资按照教育部甲新北市府的法规，袂使摕来讲薪水。张凯翔发现代理教师虽然甲正式教师做同款的工课，但是年资敢无法度亲像正式教师同款通累积，爱看各地方政府家己规定。伊认为无合理，所以去申请释宪，12开辩论庭。你的实际工作内容究竟跟正式的教师有没有什么不一样？代理教师因为是全职代理，所以跟正式专任教师一样，在学校的工作时间都是每周5天，每天8小时。以我的经历，甚至有2年还兼协助行政。张凯翔表示，目前只有台北、金门有完全承认代理教师过去的年资，其他的县市可能是部分承认，也是完全无承认。教育部表示，因为代理教师的薪水牵涉地方政府的财政，爱互各地方政府按照财政状况决定。即便在同一个县市里面，它有比较市区的地方，那么也有比较偏远的地方，所以就会有很多必须要弹性去运用的这个人力。所以以裁员整块的这个分配来讲，就是应该是要容许给地方有一些空间跟权限。宪法法庭表示，判决上久5个月以来通公布，即卖又少简化学校烦恼学生减少，地方政府也以财政困境为理由，就无愿意开正式教师的课，电脑增加代理教师外卡另外的人力。代理大课教师产业工会批评，这款做法是影响老师劳权、甲学生受教权的借口。这摆释宪只是甲代理教师应该有的权利摕倒来，也望各界爱看到背后更较大的结构性问题。记者林永凯台北报道。配合108课纲，就要兼顾理论甲实务。教育部各教师继续推出高中职专业学科的补助，充实这教学也有实习的设备。今年度拍算投入1亿6千万，其中偏远地区含惠山区、惠市区的学校，补助上限也对100万提悬到150万。不过学校认为讲这补助的出发点是真好，但是现代化的设备是真贵，150万可能不够。迄边的政策嘛是共款，迄种民国80几年的政策啊吼。新北随风高工的老师表示，学校一寡教学期待其实已经真久啊，不过学校的经费不够，嘛无法度维修，也是买新的。为着要提升偏远地区含惠山、惠市学校的教学品质甲多元性，针对高级中等学校的专业学科，国教署甲教学含设备的补助顶限也对100万提悬到150万，希望会当充实基职学校的教学。为了让整体的教育资源分配更有效的运用，提高了偏远地区及非3、非4的补助上限，每个学校最高可来到150万，落实108课纲务实自用的精神，提升技职体系学生的专业职能。像随风高工，就是予教育部在做惠山、惠市的学校，无伫市区嘛，也无够偏远。学校老师表示，有当时啊，政府的补助拢干那互偏乡。这几年来，国教署有针对惠山、惠市的学校推出补助，因表示肯定。不过，像讲因工科若要买较现代化的设备，150万的补助，其实嘛要真正值。旧型的还有6台啦，即摆市民计价1台头30万啦，所以6台台180万啦。爱分做传统也是电脑车床啦。电脑车床1台头要200多万。国教署这个计划113年度拢总有1亿6千万的补助经费，希望会当满足教学需求，培养学生多元的学习经验。不过，随风高工的老师是呼吁政府应当爱更加了解大家专业学科的经费需求，安尼才会当有更加好的学习体验。记者卢尚如、谢桂林、新北报道。
高雄凤山某一间国小2年仔的导师呢，伊唔但会教学生嘛，甲足歹听，过拍学生，连上课啉水要去便所，拢爱甲学生处罚。或者囡仔是惊甲唔较去学校，压力是足大的。学校表示讲，已经甲这个老师暂停聘用3个月，启动调查，也会积极辅导这个班的学生。弹簧床那边跳，一边拉一边跳，跳来跳就跳到弹簧床下面去了，就吊死在那里。囡仔听到老师的话，登去甲布红仔吊伫咧卡顶的锁顶。高雄凤山某一间国小的家长指控讲，一个2年的班级导师登记用话，还佫动作霸凌学生，原本去年底也受到5位家长的投诉。一学校上学，每个人都是愁容满面，然后有孩子不会或者被老师骂的时候，其他同学想会去帮忙，结果连要去帮忙的同学都被骂。我有问题举手，他跟我说全班29个人凭什么要为了你一个人停下来，然后叫我闭嘴。那以前学生出面指控，当咧这班的囡仔佫用布娃无记，互老师用车拍的情形，囡仔佫因为安尼生跋倒受伤，家长真痛心，决定和其他家长做伙联署改聘老师。有小朋友要上厕所，老师就说你不能去，结果小朋友就不小心就是尿裤子了。然后尿裤子之后，老师就请全班同学一起去笑那个小朋友。囡仔欢喜上体育课，本该爱像安尼天真活泼，却因为老师霸凌由头到面。学校表示，这位导师总年资已经有30多年，伫这间学校待开20年，进前无接过类似的申诉，接到通报了后，遂启动调查。本校也于1月30号召开教评会，那基于学生的受教权与教师工作权。决定对于该位教师停聘3个月，静候调查。除了暂时停聘而且调查，学校也会针对这班的学生进行辅导。目前班级由其他老师代班，原本基金会呼吁学校就要谨慎调查该聘无责任的老师，避免其他学生受害。记者综合报道。保育类的动物南岛鹰，今年3、4月会开始上北飞去日本、韩国等国家，会经过着中华八卦山。伫清明前后，这数量是上界多。参山国家风景管理处和中华县政府做伙举办赏麻叶活动，一个拜六到咧起鼓，邀请民众做伙来欣赏南岛鹰过境的画面。热烈的舞蹈表演宣布八卦山赏鹰仔活动伫一个拜六起鼓。中华八卦山当年3、4月会有大量的南岛鹰过境，33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参中华县政府今年做伙举办的赏鹰仔活动，以生态做主题，希望民众会当为看鹰仔这件代志来了解保育的议题。必须啦吼，保护咱环境，保护咱的地球啦吼，咱主要就是目的就是安尼，吼，咱的子孙孙后摆的欣赏这一寡吼自然的物件，后摆咱才我。哦，把咱的生活愈来愈好，品质愈来愈好。保育类的南岛鹰，热人会伫北半球的温带地区，秋天会落南，所以10月会当伫屏东看到鹰仔。春天照原地的路线飞上北，所以这卡到八卦山就会出现大量的南岛鹰过境。鹰仔咧飞，伊主要较挖山边，啊无就是挖海边啊。哦啊，挖山边最主要就是要有迄个烧热的气流，互会使称较悬。啊，所以讲你若来到中华，规个八卦山沿线，你若有迄个较开阔的所在，哦，就是你看会到天顶，安尼，即个期间其实拢有法度看到鹰仔伫个咱八卦山面。中华野鸟协会表示，前2天因为天气寒、佮落雨，南岛鹰出现的情形无理想。照鹰过的经验，大概3月17、18左右是南岛鹰数量上济时阵，一直到4月初，拢有机会伫八卦山看到南岛鹰过境的画面。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嘉义太保的南新派出所边隔一条路，就一间国小。这个区域计共有7个路口，为着要让学生囡仔上下课更加安全，嘉义县政府要拆掉这派出所的墙围啊，增加民众行路的空间。那派出所是希望讲搬离开这，唔那让路口更较宽，派出所的服务也会当提升。大车车伫遮来来去去，这个所在计共有7个路口，边啊，阁有一间国小甲派出所。早起时啊上班上课的车，拢互遮交通真乱。为着囡仔的安全，嘉义县政府规划要拆派出所的围墙，增加乡边边行路的空间。北港路这一条走过来，然后那里因为路很小条，没办法停车，但是这一条又停满了车子，所以有时候都要开到很前面，让小朋友下车，自己再走过来这样子。
伊是一个7向的路口吼，这条路安尼汇集伫这个北港路这个所在，所以伊平常时的车流量非常的大。你若种家长来接送的时候，家长的车变成会伫咱这个路口遮回转，还有安亲班接送的时阵，迄个车辆的这个密集度非常的高。针对要拆围墙来增加行的空间，派出所表示尊重相关单位的规划，只是派出所伫路冲的所在，加上目前附近停车位歹找，室内办公空间嘛无够，派出所希望归去甲派出所搬去别位。内底空间有较细，降于17个同事，17个同事用差不多4、5台电脑安尼啦，内底真啊较客一点。派出所表示，因的管区有5个里，大约服务16000多位民众。民众拢反映讲，派出所附近唔但交通乱，车嘛恶停，希望趁这届改善危险路口的计划做一摆总改，唔但互国小的囡仔有安全的行路空间，嘛互派出所的服务得以提升。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新竹有一间专门照顾身心障碍者的中心，为着要培养学员基础的生活能力，打造出100多平的餐园。这内底有种各种的菜色果子，也有饲鸡生卵。这寡鸡卵呢，农产品拢会当卖出去，唔但互学员培养做代志的才调，也会当家己增加收入，家己栽一丛较赢看别人。中心照顾家己种的青菜。已经来中心服务3档外学员表示，即马无论是种菜也是种水果，对伊来讲拢是小可代志，一点仔拢袂辛苦。很高兴爱护这个地球，为这个地球尽一份心力。会不会很辛苦？不会，因为这个环境对我来讲已经习惯了，自然成习惯。栽种这些的那个菜菜苗，那另外他们也会做收割。更可爱的是，他们会把这些草都拔得很干净。成立超过20年的新竹爱恒客能中心，为了培养身心障碍者的生活能力，特别打造出一座餐园，内面有饲鸡、种菜、种果子，农产品会提去市面上卖，身心障碍者有工课通做，也有材料赚钱，让他们也不止。手心不再向上，他们学习向下。当他们把奖励金带回家，甚至去买一些家里的所谓的卫生纸啊、洗衣精啊这些东西的时候，带回家，爸爸妈妈都感动得流下泪来。今年的种树仔节，中心专工邀请企业来参加活动，在餐园附近参中心的学员做伙种树仔，肯定学员的表现，然后这的身心障碍者培养自信。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讲到西瓜面，这是南部特有的地方食材。台南的汀州国小利用实农教育课程，专校的学生做伙来体验做西瓜面。那甲学生囡仔做的撇步，学校即届佫打造宝记的学习空间。无论是小解流程，也是囡仔互相交流，拢用台语。学校认为讲这是上届直接增加囡仔学习的印象。囡仔郑永仪考一年，大家手提钩仔要甲这粒皮写好清气。因准备要做的就是台南沿海在地家乡的滋味西瓜面。每若春天西瓜咧成长，客家的瓜农就会去田种经蔬果。慢落来就是摕来做西瓜面。这届汀州国小邀请社区时代来甲学生制作，用个参北门怎样较严结合。校方讲透过体验，囡仔对故乡的文化会当更较调白。我写的是西瓜面。我做歹食，我做好耍的。上介意小皮。你写几粒啊？15粒。教囡仔做西瓜面，这是阮家出产，阮家在做，别位拢无，别位做的和阮家无共啊。安怎讲？因为这做。这食的无共啊！过年级有无共的任务，起头用心烤皮，再搁切头一片一片，落尾搁撒盐落去炒，洗好再搁倒入汤啊，准备放2礼拜等发酵。这若亲像一个小型的加工厂。这摆新农教育的课程，唔干那教功夫，校方嘛打造合适补给的环境，互囡仔开喙讲补给。这流程是安怎？用台语来大家教，教讲啥怎西瓜面要叫做西瓜面，安怎去做的过程，拢用台语来讲。来传咱这
无意安尼，互大家知影。较悬年级的囡仔会甲切西瓜，嘛爱生西瓜。中年级、低年级的，因个伫边仔做见习，因个知影讲后摆我就是要准备做这个工课。客家顶少是台南西瓜主要的产地之一，因为我北江溪土质有咸分的沙地，西瓜着甜佮把水，真受欢迎。即阵社区甲学校斗阵做季节限定的西瓜面，甲这项传统的料理佮延续落去。记者伫上台南采访报道。住伫咧日本已经84岁，伊进前是台湾出世的富林人选主，伊一直拢想要回来到台湾找找伊出世的所在。今年呢3月11，伊的后生陪伊回来到云林好宝细细看看咧，总算去找到80年前因兜伫当地开的药房甲机器行的故事，伊是真感动。经过80年了后，重新搁行伫云林好宝的街仔头找过去的老厝。1941年伫台湾出世的选主是原生的第2代。过去因为老爸是医官，捌伫高雄甲云林好宝大过。虽然4岁时二战结束返去日本，却一直会当回来好宝找老厝的梦想。他都非常讲不出的开心呐、他一直的梦想终于今天能够实现了啊！从4岁回到他现在，他84岁嘛。选主讲，伊伫1992年捌和因老母返来台湾找老厝，毋过无成功。去年结束伫日本药局的生意了后，搁一届和后生来台湾嘛无找到。11透过好买糖厂厂长的协助，总算顺利找到过去的老厝。比如说他们药局生意很好，客人都常常来这边买东西，特别是这街是挡塞他会很怕，可是他知道狮子挡完后，客人就到他们家逃欢了。食到好买糖厂做的二砂糖，选主讲这就是细汉的时记忆中的味。因为过去已经来知影老厝伫好买糖厂附近，所以这届才会透过台糖的游客服务中心来协助，拄好拄到真会讲日语的好买糖厂厂长苏建元，才互伊顺利完成梦想。记者王伟雄云林报道。日本京都是全世界真出名的观光城市，不过最近却传出讲这旅客违规去搅夜段，佮甲人偷翕相的情形。市府推出新的规定，对后个月开始禁止游客入去私人的道路。行伫咧古早厝之间的巷仔，感受日本的传统文化。真侪游客若到日本京都，拢会去池原这个所在，除了去高级餐厅食饭，也有机会当看到艺伎的风采。也毋过，伫最近有真侪外地人违反当地规范，毋但是走入去私人的道路翕相，也常常发生伫一个艺伎后壁想要甲因讲话翕相。当地居民委員會就希望京都市政府對無守規矩的遊客採取行動。講因的社區唔是組隊落園。あくまで罰則規定がないような形で、あくまでモラルで委ねたところが一応線引きをしたっていうところは必要だったかなと思うので、明確にやってよかったんじゃないかなと思います。京都一個在地協會就講，池原有真濟路看圖無夠2公尺，尤其伫咧這年月巷仔內面，對伫咧藝伎後壁一直翕相，袂似敢若是古早對共款。雖然市政府早就警告講，無經過當期的翕相行為，相關會罰1萬日元，不過也是無法度阻擋遊客想要挖掘藝伎。市政府按算自後個月開始禁止遊客進入池原正月所有道路，但是對這項新的規範，遊客看法無啥共款。I think it's very good to ban to take the pictures of here in the area. You know, the privacy of the girls, of the women. I wonder why it's being enforced. To me, this is a unique heritage area, I guess, that people want to enjoy and would like to photograph the architecture. 日本自從疫情解封了，就真濟外國遊客來日本耍，真濟城市攏甲京都同款，拄到過度旅遊的問題，影響當地人的生活。真濟地方政府就提出更加嚴格規範，希望會當控制這種觀光公害。公司新聞牛眼編輯。所有觀眾朋友做伙來關心明仔載天氣。講到今仔透早呢，即方面離開各地頭攏較無雨啊。這2天天氣攏真穩定。不過這大陸天氣團隨接要來，北部、東部、東北部會較寒，其他所在早晚會較涼。那中南部就要注意溫差。最近天氣濟變化，明仔載氣象咱做伙來詳細看。
吉兰到新竹对12度到24度。苗栗到云林对11度到25度。嘉义到屏东对13度到27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3度到22度。平湖金门马祖对9度到20度。也过未来3港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